第37屆團結金曲獎今日公布一位名單，也有特別獎的這個得獎人。音樂類的特別獎是頒發給93歲晚週民謠保存者張一貴老師。戲劇的表演類這個特別獎呢是頒發給蘭潭戲的保存者王慶豐老師。主辦單位表示講，今年當中有780件的作品來報名，比去年增加148件，也顯示講這傳統藝術的創作愈來愈豐富。一句一句唱出晚週民謠，這是93歲晚週民謠保存者張日貴嘛，是傳統藝術界一年一擺大代誌。團結金曲獎第37屆音樂類特別獎的得獎者，這個獎肯定伊幾十年來傳承晚週民謠的貢獻。那戲劇表演類特別獎的得獎者是保留客家文化蘭潭戲的王慶豐。小剛要你有啊是啊錢咯。王慶豐用這般的深度表演，伊7歲就入戲班，到達伊的戲劇人生已經累積80檔，是傳統表演藝術蘭潭戲的重要保存者。除了公布特別獎，第37屆團結金曲獎嘛公布音樂類甲戲劇表演類入圍名單。主辦單位講，今年總報名數平頂一屆加148件，攏總有780件，代表台灣有真豐富的創作力。那今年報名非常踴躍，是突破了歷年來很高的數字，780件的一個報名的總數，其中比去年相較多了148件，代表了我們的傳統藝術豐沛的創作能量的一個總成。我想我們傳統藝術界的朋友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，在讓我們的傳統藝術能夠傳承，也能夠有新意，能夠有未來。文化部表示，傳統金曲獎到達已經第37年，台灣的傳統戲劇甲音樂是本土文化主體性袂當取代根本。那第37屆團結金曲獎的頒獎典禮，打算伫8月22日舉辦，表揚過去一年佇傳統音樂甲戲劇有出色表演的創作者，嘛毋忘愈來愈儕人熟悉台灣的傳統藝術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